次次都係我主動揾你，今次已經22個鐘不讀不回，睇住你隔幾分鐘有 online 都唔覆，你係咪覺得我好煩啊？覆個 snap 1秒都唔使啊，唔會煩到你，你係咪唔會再揾我啦？求下你覆我啊，我真係好掛住你。我已經決定咗聽日試下唔揾佢，睇下佢會唔會主動揾翻我。如果佢唔揾翻我就算啦。點解中意嘅女仔永遠都唔主動？係咪以後都冇機會？今條片我要全面分析女人唔主動嘅原因，究竟有咩方法先可以逆轉局面？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影片結尾會送贈溝女秘笈，記得訂閱俾 like， 立即開始。好多人話女人從來唔主動就代表佢唔中意你，呢度我廢話少講，冇錯就係咁，只不過可能你唔想接受。但咪住，我知你已經想 quit 片，因為呢啲答案你聽過無數次，所以我唔想再講啲咩阿媽係女人嘅道理，而係要話俾你聽點樣改變呢個局面。其實單純知道女人唔中意你有撚用咩？下次遇到另一條女咪又係咁，亦都改變唔到佢唔主動嘅情況。但題外話講句，女人唔主動都睇情況，如果啱識冇耐唔特別主動係好正常。甚至有啲戇狗仔老諷覺得女人要主動，直接進入重點。咁你究竟應該要做咩？係咪要放棄？正常普通人一定會叫你放棄，因為佢自己都唔知點做。但放棄咗個問題真係要解決啦咩？喂，樓主，咁依家係咪有咩秘笈可以令條女主動？真相同高手往往都係反人性嘅，成件事你調轉諗就明。問題同答案都喺你身上，冇錯，冇任何其他外在招數可以再令呢條女主動，因為你先係關鍵。你今時今日嘅地步100%係過去同依家嘅你所造成嘅。所以呢度我要分享一個你從未聽過嘅秘密重點，你隨時要將呢一部分重複聽幾次，因為第一次聽你未必了解。其實一個人表面用咗好多功夫，一直想要某個結果都得唔到，唔係因為呢樣嘢好難，係因為你內心深處根本就冇打算想要呢個結果。表面上你好想佢主動揾你，但內心深處你唔係咁諗。what the f， 你講乜狗啊？你知唔知我幾掛住佢？收皮都咪嘈啊你！如果你知道答案就唔會溝唔到女，女人從來都唔主動啦。其實由始至終你都扮演緊追逐者嘅角色，因為你從來都唔覺得佢會主動，冇打算要佢主動，所以你先會追佢。可能就咁聽你都係唔明，或者覺得我亂噏24，甚至想退出影片。但我唔撚理你點諗，你退出條片都係溝唔到女。特別如果你係經常遇到女人或者身邊嘅人都係唔會對你主動嘅，咁你內心深處一定唔係想人哋主動嘅。你生活中遇到嘅女人先可以成功配合你嘅想法，演出呢套悲劇。如果你都係唔明，我就再講得直接啲。你由一開始就已經覺得女人會拋棄你，唔理你，所以你先不斷主動揾佢，因為你承受唔到如果佢唔揾你所帶嚟嘅衝擊。只有透過不斷追逐你做主動嘅時候，你先可以自我安慰自己。但最大嘅問題係，當永遠都係你做主動嘅時候，人哋就冇需要主動嘅理由，甚至亦都會俾你整到好煩。只有你揾佢，冇佢揾你，所以我先會話問題同答案喺你身上。你今時今日嘅地步一定係過去同現在嘅你所造成嘅。就算你上網瘋狂揾咩技巧套路秘技，都冇真正意義上觸及到呢個答案。並且你嘅自我調節功能一定係處於差嘅情況，即係你嘅適應能力，以至於你潛意識相信我唔可以冇咗呢個人，我冇咗佢會死，好撚痛苦啊！再講深啲就係你細個經常俾人忽視、拋棄等等。呢度我想舉一個相反嘅例子，就係我去溝女認識到一個新女仔，佢可能忙唔得閒，或者純粹覺得未係好熟，要保持距離，12至24個鐘冇覆我都冇乜所謂，因為我相信佢係會覆翻我，或者就算佢真係唔覆，我都可以接受同理解，唔會逼佢一定要點。所以到佢覆我嗰陣就冇乜壓力，而且回覆嘅態度唔係咩好普通無聊嘅。之後甚至可以成功約會見面，產生吸引，後續成為情侶。呢度我要進入一個更深嘅重點，你要做啲咩先可以扭轉呢一切？進入重點之前記得訂閱俾 like， 影片結尾會送你溝女秘笈，記得留意。我先由淺入深咁同你講，費事大腦爆炸。一、停止功利思維，不斷去計算對方有幾主動，會唔會主動，反應如何等等。你如此在意呢啲小細節，唔係因為你情商直覺高，而係調轉情商低，因為你好驚佢拋棄你，唔理你，接受唔到任何觸發你焦慮嘅事情行為發生，所以先會咁敏感去不斷計算對方每一步。所以好多時真相同高手都係反人性嘅，你越計算佢就越唔主動，你越唔 care 佢又越正常互動。
而正常嘅互動，佢一定會自然咁去主動嘅，唔需要你去擔心。之後再深入啲，就係意識到自己嘅獨立自主性，就算被拋棄都冇問題。我唔理你嘅表意識諗緊咩都好，呢句説話係講俾你潛意識聽，所以你隨時要重複去睇呢條片幾次，先會更加明白。因為我講嘅説話係滲俾你，唔係同你進行緊邏輯訓練。你作為一個成年人，正常男人絕對可以有屬於你嘅生活、個人興趣、娛樂、人際圈子，去識新朋友、獨立照顧自己生活等等。冇咗呢條女，你唔會死，佢亦都冇任何能力真正傷害你，佢冇任何能力傷害你，佢冇任何能力傷害你，佢冇任何能力傷害你。呢句説話你自己好好領悟，唔係樣樣嘢都要畫公仔畫出腸。其實我講咁多，亦都係揭露緊需求感嘅真相。啲人成日話溝女唔可以 needy， 我當初學溝女都成日好擔心自己 needy 等等，但呢啲只係表意識邏輯層面嘅理解，心入邊根本唔明白發生咩事，點解唔可以 needy， 亦都唔知自己點解會 needy。講到尾就係分離焦慮，驚俾人拋棄，呢個同你童年有冇真正體會到愛，以及係咪經常俾人無視拋棄等等係有關。調轉咁講，一個人格強大、自主獨立嘅人，係可以接受人哋唔理自己，甚至所謂嘅拋棄自己，因為你已經成長咗，你唔係一定要依賴人哋先可以生存。到最後你可以用開放嘅心態接觸對方，唔再嘗試去控制、過度期待對方嘅反應，因為你意識到呢啲嘢根本唔關你事。你要培養出自主性，而唔係過度依賴呢個人。關你事嘅你先管，即係你自身嘅問題；唔關你事嘅唔好去管，即係對方想法、做法等等。對方唔再收到你釋放嘅信號同壓力，自然就會主動。正如你嘅朋友會主動揾你一樣，唔需要你日日擔心緊張嘅。但如果你身邊從來或者好少人係會主動揾你嘅，不論男女，我建議你都唔好溝女住，你一定有人格問題，請尋求專業人士進行心理諮詢。到最後，我明白影片嘅內容對你有所衝擊，亦都好多人喺溝女路上好辛苦，覺得咩香港溝女環境地獄級或者長年 A0嘅，淨係拍過一兩次短拖等等。所以我想將我成功嘅秘密分享俾你，我係點樣由 A0 168毒撚，以前對住女同學講嘢腳震，未試過同女人單獨食飯，到不斷溝女，成功進入幾十段嘅關係，冇樣冇錢冇身高，流馬車陳同佳 Kenny 都溝到女嘅秘密，立即點擊影片描述欄或留言區連結報名，限時免費，隨時下架。我上條片係講關於溝女嘅唯一真理，除咗呢個方法之外，你唔會有任何其他溝到女嘅可能。記得 click 右上角睇片，想學溝女記得睇 E&K 男性情感，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我哋夜晚8點出片，記得準時收睇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溝女、約會、網聊、男女情感方面免費資訊，記得訂閱、打開啷當，將條片 share 出去。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 like 嘅朋友，溝女順利，左右逢源，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。下條片再見，拜。